滿心冥想第二部第5章2，係乜嘢令到佢對咁高尚嘅祈願者作出回應呢？我問道，又係乜嘢令到佢將自己奉獻俾我哋呢？佢總係喺度奉獻自己。達濟講，呢一個係佢嘅天性，同時我哋觀察到，儘管我哋總係可以從佢嗰度得到祝福、惠能傳遞以及恩典，但係毛毛細雨同埋傾盆大雨總係有區別嘅。咁係乜嘢令到佢向我哋傾住自己，而非僅僅只係俾點滴嘅祝福呢？我問到啦。巴布濟曾經引用過咁樣嘅一首詩，達濟講啦：啊，渴望沉醉於神聖之中嘅你，清空你嘅心，因為酒樽只會向空嘅杯子低頭。我哋必須清空自己，先至能夠被注入。我講啦，係噶，達濟講，當我哋嘅心已經滿咗嘅話，仲有空間可以容納其他嘢咩？相反咁，我哋必須喺心入邊創造出真空嘅狀態。真空會吸引恩典嘅到嚟。你知道天上嘅雨水係點樣產生嘅呢？低氣壓帶嚟落雨咯。我講，係噶，達濟講啦，低氣壓製造咗一種真空狀態。當某一處處於真空嘅時候，周圍嘅空氣就會被吸入上升，形成咗冷凝，然之後就落雨啦。所以我哋尋求一場神聖嘅傾盆大雨，就必須喺自己嘅心入邊營造出低氣壓系統。呢個意味住我哋嘅心必須處於真空狀態，放低所有對禮物啦、祝福同埋特質嘅慾望，呢個時候就會出現內在嘅真空狀態。我哋所尋求嘅神聖恩典自然就會被吸引過嚟啦，傾盆而下。當我哋嘅心完全處於真空嘅時候，至高將會喺我哋嘅心入邊定居，佢冇辦法逃避開。但係真空未必只吸引好嘅事物。我講啦，達濟笑啦，確實係咁噶。佢講啦，心入邊哪怕只有一個小小嘅慾望，真空就會招嚟麻煩啦。心可能係無限嘅，但係哪怕只係一個慾望，就可以將無限嘅心填滿。一旦有咗慾望，心就會開始喺世俗入邊尋求滿足。當世俗問題瞬間湧入，真空就會被破壞啦。稍有不慎，就必定付出代價。當心處於真空狀態嘅時候，確實係好嘅，但係前提係心應該要朝更高嘅方向。咁你講嘅內在真空，指嘅係一種無欲嘅狀態咩？我問啦，唔止係咁樣，達濟講啦，而係徹底咁冇咗自我。柏拉圖曾經講過，了解自己，但係巴布濟有住唔同嘅觀念。巴布濟講忘記自己。基督曾經講過，簡樸同埋謙卑嘅人能夠到達天堂。通常我哋認為呢一個意味住佢哋死咗之後先至會上天堂，但係事實上有咗咁簡樸、天真同埋無我嘅心靈，天堂將會自動降臨。咁樣嘅人，無論行到邊一度，佢哋都會喺自己嘅周圍營造出天堂。但係當心已經完全知足，天堂仲能夠帶嚟更進一步嘅滿足咩？用儒家嘅術語嚟講，呢一種完全知足嘅狀態被稱為滅。喺呢一種狀態入邊，我哋喺今世無所求，對來世亦都無所願。
你睇下，我哋通常將知足理解為對慾望嘅滿足，例如我哋已經享受咗一餐饕餮盛宴啦，咁仲會再想食啲咩？我哋已經滿足，已經足夠飽啦。但係呢個唔係定，到咗第二日，我哋仍然將會再次產生飢餓。相反咁，真正嘅知足係冇任何待滿足嘅慾望，徹底擺脫咗慾望嘅束縛。喺呢度之前，我哋係慾望嘅奴隸，為咗滿足慾望而不停去辛勤勞苦。而家我哋自由啦，所以呢個亦就係向我哋表明知足嘅反面係乜嘢？係噶，我講啦，知足嘅反面係備受慾望嘅折磨。我哋大多數人都係根據呢一啲慾望去祈禱嘅。達濟講啦，呢個就好似巴布濟故事入邊嘅國王咁，我哋想要實現慾望，有4種典型。喺儒家傳統入邊，呢4種目標被稱為利益、情慾、德行同埋解脫。呢一啲目標，亦就係同我哋先前討論清理印記時候曾經提到嘅 A 點、B 點、C 點同埋 D 點有關啦。首先，我哋嚟傾一下利益。呢一個係關於物質成就嘅慾望，係一種自然嘅行動，涵蓋咗我哋最基本嘅需求：食物、衣服同埋住所。但係呢一種慾望亦都可以表現為囤積嘅傾向，諗住要擁有越嚟越多啦，衫啊、屋啊、汽車、3C 產品，所有我哋能夠諗到嘅一切。咁樣一嚟，無論我哋係日思夜想最新款嘅智慧型手機啦，亦或係為咗賬單而去擔心，都會產生印記嘅震動，並且波及 A 點。但係透過冥想，我哋對外在物質嘅關注就會將轉向內在，唔係全部嘅，而係到達必要嘅程度。結果就係我哋唔再認為有必要向自身之外尋求滿足啦。我哋喺內在揾到咗滿足，從呢個時候開始，我哋唔再過度擔心自己。你睇下，我哋嘅視野開闊咗啦，所以我哋嘅祈願唔再反映出向外嘅傾向。我講啦，係噶，達濟講啦，冥想徹底轉變咗我哋。呢一種轉變會體現喺好多方面。咁下一種慾望就係性嘅滿足，呢一個就係所謂嘅情慾啦。情慾渴望形成嘅印記會停留喺 B 點，製造出激情。幾乎每一種宗教都有禁慾嘅傳統。我講，我哋係咪應該避免滿足情慾嘅渴望呢？你係咪同意大家因為繁衍後代而需要保留性呢？咁我喺度想分享一件事。達濟講啦，有一次當我喺北印度旅行嘅時候，有一位老人家嚟探我，佢就提出咗一個好尖銳嘅問題。佢問到啦，點解每一次性行為之後，我都會感到內疚呢？咁我就同佢講啦，因為你只係喺度滿足自己，從嚟冇為對方着想。你睇下，只有當我哋自私嘅時候，先至會產生內疚。具體係邊一種自私並唔重要，可以係性，亦都可以係任何嘢。例如，當我哋喺大眾場合度同啲老人家爭位嘅話，能夠感覺好好咩？當自我掌握咗主導權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感到內疚。反言之，喺度為他人而着想嘅時候，我哋心入邊就會湧起一股莫名嘅喜悅。無私係自然噶。當啲狗向啲羊群喺度吠叫住，警告有狼靠近嘅時候，難道唔係無私嘅行為咩？
利用他人，將他人當成係取悅自己嘅物品，就會產生內疚啦。如果願意，可以同嗰啲出於愛而拜祭女神雕像嘅信徒進行對比。愛可以將純粹嘅物件變成可以崇拜嘅女神。選擇就喺呢度啦，係將物件變成女神，定係將女神變成物件呢？前者係出於無私嘅，後者則係出於自私嘅。前者係高尚嘅，後者則係將導致內疚。想知道轉變嘅秘訣咩？唯有令到他人變得高尚，我哋自己先至會變得高尚。所以貶低他人就係喺度貶低自己，而且令到他人變得高尚，並唔意味住我哋喺度幫助他人變得高尚。呢個只係表示我哋得以覺察到他人與生俱嚟嘅高尚，並且尊重呢一種高尚。我哋可以為咗轉變而日夜祈禱，但係除非我哋懷住尊重、莊嚴同埋神聖嘅崇敬靠近他人，否則轉變係唔會發生㗎。